接下来这节目法律剧情，总算是平台有一个老师，王英、李英合作演出。王英听众们对你比较熟悉，你是徐云区来先生学生子，还是你的新妇。在前来呢长期合作，所以你看也看得到，听也听得到，的确学上不少本事。李英呢是蒋玉娣指挥郑老师的学生子，台场稳健，基本功扎实。今朝你和两位老师合作呢，实力表，现在就听听王英、李英台场的法律剧情。唐伯虎等了书房里向服侍两位山药，但内院之间因为搿两个读书签单了，刚不够，礼服服侍李督改，但是两个头头去服侍李改，样样未称心嘛，谁让与一样不大称心，啥么得吹响来日帮头。等那书房里向五百事体一起，就是画一张画，三个画，第二切都用，拿两个头头一个面孔画出来，那么长好不在。就要说相府里向有个规矩改，动儿不还画主人的面孔，画子有谁个？受到房厅浪向老太太也请你吃上饭，且在西里浪向个二娘娘。耳朵的一个高香，谁是唐伯虎的表妹张水英？说婆婆啊，你们翻去看里在石岗坊家里画子一幅孤影画。老太说翻，我孤影是要监督表兄唐伯虎的。哼，娘娘想我不敢说那个东伯虎就是唐伯虎呀。哎呦，说婆婆啊，我画个么那看啊灵嘛，所以娘里石岗不灵。你再请你吃上饭，老太先搿头面还问，搿唐伯虎画出来当然灵个了，老太结果满意。娘娘想搿么石岗坊，我有心来再用第二个吧。说婆婆啊，孤一么还在，就吹响到我岸两高头，到福流浪去供孤音，我到那布衫两高头去进香。咦，老太想得面还问，还是来炒吹响。吹响，很是快与我儿到府里供奉孤音，吉日念经，阿弥陀佛。是明白了。旁边你娘娘是你的吴太太，你唱吹响的，我来唱我的。哇哎，儿娘娘，可要爱得个嘞。恨不得海上得灵来了，现在该我老郎帮你个忙活。明日吹响两人，到得法律之上供奉不应，快去定脚。一人是快点的吹响去定脚吧。是，一定去定脚。那么老太也听出来，老太听出来的。这个老太太里这个想法两样的，老太太想对关。法律浪向不过瘾了嘿，只有一副大木来做个脚趾，那么拿个孤影去顶那大木来做脚趾，那么还是顶着了。吹响是，快与我儿去顶着。来，他不要离啥顶着了呀？这里用不比哪顶着也是了。两家的脑子孤影出房厅，我乖在里头两家的出去，老太太会议上我不讲了。两人实打法律公开孤影，大人想机会来了，今朝不害太终身早，吹响托子终身不我们再是可以做起的。吹响真真是我儿go，张谁谁手气之中妙蛙孤影，积极起来，我哈了孤影。你要为我一个了的，而今孤影已经攻下了，姐姐，你还为我一个了的顶托终身。哦，崔先生，你的那个你哪是真说个嘞？顶了该子问我太终身，哎呀，我不终身不能给托不了那个呀。
上一次辣白龙里向办队的辰光，我已经求过你噻，稍微分心思了，这个再来求求你。啊，哥哥，姐姐，下面的话想求哥哥，你那也求我，你求不行的呀？求我什么啊？一时做成天公恨，谁会对你不你生？求哥哥却在为左耳后中，八路上顶出智慧。你在此天该做第三下死。崔香也够力我，你非得那给他做用人在，三天就去用功真多吧？崔香姐姐，是你放心地了，只要你活了终身与我为主后门，八路上顶。哎呦，那求啊求不定的呢，顶来该子了上去。狗狗啊！你的哈须，你哈须。我今朝不会得来着呀，这呀这呀，我女生女招来此地，我当一把主人。都是为了你自己，哥哥啊！我与你是不该在风马你，你我来吧，是呀吧？哎呦，你不喜知我啊！这呀这呀，我们西非个丫头成君子，不够无理个生命。
明把你说女君。结棍，第四衙门，天拉下的月亮，难看得见弄不着。也还比山高上我个布的，3天你开花，3天你结果，3天你熟，难采不着根。也还比金子里像个花，金子里个花子还看不还采。也还比海里像个眼鱼，难点不着根。我又最想来了这个啊！一年这个四衙门对不得，你别想我个人，怎么吹响？嘿嘿，这个四衙门我谁会得得个？我不是神下个月风把的规则，好日的还月为呀你是天上个两农场，我来在农场这样，我一帮高女来呀，手工织柜已经弄上个在，那是西高浪个斧头推不上，我推得上个。我呀有那么大仇给东啊说，黑的不的一能飞。东方说还去推布的，我大把还推法子了。你是金子里像个花采不着，我采得了个。金金红的那雨嘛西花谁？身边个西花里金啊喂，雷，金子里不好呀。金子里个花落得来个，金子里个花是外头摘进去的，嘿嘿，我觉得那金子外头个花，刮大耳朵他们金子里像个花啊，不个在嘿。这样我给他一个个把耳朵住，我是好金啊，不让飞。这样我大把好得中上女，就叫到走外头，外头就跌到这，我四衙门是谁背得上去？别给我吹响，哪个人不做心高？既然你个把心去天杀，不应该谁？把心
我们不意思的呀。哎，哥哥，像我这三仙是否定的？哎呦，你为也是无人啦！哎呀，这个啦！你们是骗我的傻驴干驴背，那一代辰光，谁跟我骗得流浪？我认得这流浪男女，你拿着皮把他个人我不要跌杀他个。你是花去的妻儿听日语，分明人的神髓去啊地。他如你真正不为我牺牲有一分呀，我谁罢了？那么我死不内苦啊！我不是心苦的一世聪明。把好事的我们，却说忙着定日跟随，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奔过去，待我死了吧！哈，才像一个好不了一平西路子，带领到面孔仔细一忙的。高的，也可娘，大孩子定死了我告诉了好什么？还有啥好的我们，我终身脱不了你，不甘心。才想来这个多灵，啊，哥哥，他从身上。姐姐，你当真也是？那啥是假的对吧？当真也是，公是也是，公有也是，其实公也是的给人碎碎，不也是在此间。这个，我吹响那个头上是的眼瓜，那么龙江子哇？嘿嘿，为只不你们龙江子，就是当不好了，不到位的龙江的。姐姐，小弟要死，你不来处我，你不来处我嘛，我人不死了。现在你不为死的呀？才想踩不起踩的最高不来嘛，再不两根水，打不好跟过不来。才想让他带个不观音口呀，介绍口子一些嘛，我倒奇怪，那观音娘娘这面孔熟悉的啦，这个少让我看见过些的呀。在自己一忙呢，哎呀，观音娘娘这面孔不是不认为，我个烂套套的，旁边的手袋我个不是不认，我这个自家龙女的这面孔跟我一模一样的，哎呦，那个人带出手里动物，我你再搞点过来一来，慢慢离口。啊，哥哥，姐姐，像观音画的那是太夫人，你看出来是吧？哎，画的太夫人啊，是谁画的你哥哥？是谁画的？小的龙女画的小妹。哎，龙女画的姐姐呀。哥哥，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三人画在上去？这是什么画的？吹响你一个，哎，你啥去弄你三个人画上去啊？这个叫啥个寂寞？对怪，呼呼了谁寂寞的？那么那说法呢？嘿，当保护不到位弄枪的。姐姐，你口人太极呀？小弟在举太夫人，举他什么？可不能得把你姐姐伤于我头颅化作呀翠，哈哈，姐姐呀！同志百官人，太夫什么的你个是三十龙鱼
人个天地地之心，芝麻的大树嗡嗡不言。真我们谁个成个语文，非在提取个动来自啊做，令我们多里做工在花叶上，你是下竹林在月上。弄在举你啊，举我什么？我举病中我个压力一漏水，也怕何用？呼吁大大的勇气，能举我下死人，悲悲哈声。呀，这把40里来3个，也想做寿材了。你看，既然你也想做寿材么喏，那不是娘来吃些呢？啊，哥哥，姐姐，想想你与公啥礼噻？请上啥礼？啊，几种寿材，为何寿材，为不是苦海大人理财？不啥厉害的，几种素材为我素材为不如，你拿来自家比做素材，这素材是菩萨叫手来没太重身的个，那个素材不如啊，为得呢，我拿来当龙女，随手来龙女用，小弟对谁？听见。名称龙女，应当龙女爱神龙，唯有你不爱我，神龙家。这个起码是你来噻。你想了，我们出走在你马上对龙女是你出口人章，儿子这个活的一脚汉，这个官人你是我的他夫人，这个夫人呢自家认不出的，不用这个。谁想走你的南北金刚打不好，我们不这样应该。不过在你肚皮里向个点财灵，你但不是打不好的。哎，想想我是屋头，想来再爱的也搞三姑人一样。那么相府里向屋头配起来嘛，总会配童儿的。那口星光是相府里向最好一个童儿。在那个财灵，在那个人品，我肯得肯给。不过你讲我私定终身，我不答应的。再还么呢？你们去求求香药，我们求求来太太。香药来太太答应，再还都不应。但是这种闲话，公娘告知，你就去口玩，这种难这么意思。啊，哥哥，姐姐，想你为你口啥礼在？请上上礼呀！想我这啥礼？也请哥哥细细相察，内中之意。托终身在，你当我是哥哥上礼，你也细细的想里向的意思。面孔长得凶凶红，还是听听，请上上礼。是。面谁一口，一色一情，谁理？好大礼！吹响头皮里的谁人实力了？面水无功，55斤，4无礼。面水，你称赞我为啥？你面水，那个我的哈，你头皮里谁人哈？污垢，我讲我你介意我为啥？污垢，面水污垢，55斤，我河污的污旁边把一个天水边旁，随便一个污字，55斤，正式就是夫妻的意思。55斤4无礼，你要当我做夫妻，要按道理。一年如私定终身不肯泄露，要追到了。你去求求三幺，我去求求太太，我不肯告不那个，要追到了。我吹响我的呼吸最泄露，他们是讲我里伟大那种，小弟对谁？听见领声。
谁花谁越为谁深。你建议我为啥？我还建议你啥？你称赞我啥？我也称赞你啥？你称赞我面水，我称赞你灵性。你介绍我二哥，我为得你上吹嘴。你我二个二旁边把个天水边旁边个二字，我弄来吹下吹，我得把一个心随便谁字，谁花谁越为谁深。你刚刚弄来自个一些比比好，一些比比俺俩啊，你那人不随随的呢？哎，对个哟，你现在人讲是那编剧啊，你看。我大刚欢喜呢，做面孔就不要吃了啊！年纪轻，三个月都花啊这个，哎，那么你都花，开也小偷的呀，这小偷什么年来呀？这个终身娘们是反对过的。你也见我最大了，崔香，不是我不最大了，这条路最不通的。他如这条路最不通，我来这听足之三代给他来做媒人子。红色不肯的，哪肯呢？谁是红色肯？不来啊，第三名啊！于是抽出一本，说起来啥不是？你是想要个第二不懂啊？某个我对去他不干你来了，你遇着斯文，可是你确实不起啊！我没办法，受益了这还马身带给他来。崔香啊，这点事情你也弄清楚。哎，姐姐呀！大人本是你是神，细雨里。不知君子汉居地昨日生一个名声谁呀是真夫妻本是终身离两个叉叉呀我终身你去过无须离别人家，你不要听想要的闲话，根本吹响不是我也好难找，把你家的大后个身家去，这个回来，他如是么把你家一个好来走，他是不计害路与问神，非一个否认你莫真，我用个地笔吹，哎呀，回来，我用不一斤把你个美身是他们等你去公不信不悔。崔香啊，我的那两高头有点夫妻有分的。我当把好个高山已经死脱子交关人所在，不人家谁见我太个所以，我是我也太个所以，我也自个看得出。晓得嘞，不我10岁了，好去三过阴的了，你看见子我，没看得中我，但我3子3岁，哎哟，我还蛮欢喜呢哟。我的那两高头正是为两相是牛，天时两用哟。哎哟，崔香，你别忘记了，你当我3子这个3岁是后，
我个文啊不能写这个的。你是一心个心思泪细下，我是三文人个六拍风花情。提着来人一声公事语，真属他靠之女生何属个带你来入后门，你是重大光明，走一走当风。只为听，接下来这节目法律剧情，中间是平台有一个老师，黄英、李英合作演出。黄英听众们对你比较熟悉，你是徐云区来先生学生子，还是你的媳妇。在戏上呢长期合作，所以你看也看得到，听也听得到，的确学上不下本事。李英呢是蒋玉的指挥镇老师的学生子，台场文艺，基本功扎实。今朝你到两位老师合作呢，实力表。现在就听听黄英、李英台场的法律剧情。当不好，等那书房里向服侍两位山药，但美语期间因为个两个读书期的了，刚不够，礼服服侍里多个，但是两个读对去服侍里个，样样未称心嘛，虽然与一样，不大称心，啥么得吹响来日帮头。等那书房里向不是起义气，就是画一张画，三个画，第二切都用，拿两个大头一个面孔画出来，那么长好不在。就说相府里向有个规矩的，动儿不还画子人的面孔，画子有谁个？受到王厅朗向来太太也请你吃上饭，且在西吕朗向个二娘娘。你多的一个高仙，谁是当不好的表妹张水英？这不啊，你们飞去看你在啥个吧？家里何止一副孤影吧？我来他是飞，我孤影是要监督表兄当不好我的。哼，娘娘想我不干什么那个东北好就是当不好呀。哎呦，是不啊，我何个么来扣啊零嘛？所以娘你这个不灵。你再请你吃上饭，来他先给得米还问，那当不好我出来当路领的了，来他结婚满意，娘娘想干么是干吧？我有心来在因的阿狗吧，是不啊？故意么我还在，就吹响到我二两高头，到法律上去公布因，我到那不是两高头去进香，咦，来他想得米还问，还是来炒吹响。吹响，很是快与外大佛律供奉不言，吉人念经，阿弥陀佛。是明白了。旁边你娘娘是你的吴太太，你唱吹响的，我来唱我的。哇哎，二娘娘，可远远得个嘞。恨不得海上得令来了，现在该我老郎帮你个忙完。明日吹响两声，带得法律之上公公不应，快去定脚。一人是快点的吹响去定脚吧。是，一定去定脚。那么来他听出来，来他听出来的。这个来他这里这个想法两样的，来他想对关。
不楼浪向不过瘾了嘿，只有一副大木来做个脚趾，那么哪个孤人去顶了大木来做脚趾，那么还是顶着了。崔香是陪玉娃哎去顶着，后来他为李啥顶着了呀？此地中不比哪顶着也是了。两家的脑子孤人吃望听，我关在里头两家的出去，来他会议上我不讲了。两人实打法律公开孤人，当然想机会来了。今天不还太终身早。崔香托子终身不我们在这可以做起的。崔香走走是娃儿go go，方才在手气之中描画孤人，积极起来，哇哈了孤人，你要为我一个了得，而今孤人已经攻下了，姐姐，你还为我一个了得。顶托终身哦，崔香子，你的那个人哪是真弱个嘞？顶了该子问我太终身，哎呀，我个终身不能给托不了那个呀。上一次辣白龙里向办队的辰光，我已经求过你噻，稍微分心思了，这个再来求求你。啊，哥哥，姐姐，下面的话想求哥。你那也求我，你求不行的呀！求我什么啊？一个做成天公恨，谁会对你不你生？求哥哥却在为左耳后中，发动上顶，出自为夫。你在此间该做第三下死。崔香阿爷鼓励我，我非得那给他做永人在。三天就去用功真多吧？崔香姐姐，是你放心地了，只要你托了终身于我为主后门发动上京。那求啊求不定的呢，顶来该子了上海。死去死你要我两郎的意思来呀吧，是呀吧？哎呦，你不喜欢我啊！这呀这呀，我们西非个丫头成君子，不够力个生命把你说女。
去下军去下结棍，第四衙门天拉下的月亮，你看得见我不着，也还比山高上我个布的，3天你开花，3天你结果，3天你熟，你猜不到该，也还比金子里狗狗啊！哎。我今朝不会得来着呀，这呀这呀，我女生女叫来此地，我当一把走回。都是为了你自己，狗狗啊！我为你是否该在风马你？红，金子那个花子还看不还菜，也还比海里向的眼子来点不着的。我又最想来了这个哈，一年这个死样么子白不得来翻想我人，这么吹响，嘿嘿，这个死样么子我谁会得得个？我不是神下个月风把地飞着，好日的寒月为呀中雷，那是天上个两路上，我不来在路上这样。我一帮高女来呀，手工织柜已经弄上个人，那是西高那个头头推不上后，我推得上个。我呀也有那么大仇给东啊发说，黑的不的一能飞，东方说还去推不的。我大把玩的法子嘞，你是金子的像个火柴不着，哦，我猜得到个。金子红个那雨嘛西花谁？
个火呀。哎，金子里个火落得来个，金子里个火是外头钻进去的。嘿嘿，我觉得那金子外头个火，刮大耳朵他们金子里像个火啊，不个在。这样我给他一个个把俺的走。我当把好得中上女，人家到走外头，外头就跌到这，老四样么是谁背着那个？别给我吹响，那个人不做新高。既然你个把心去推下，不应该谁想把心。为什么要与我谁相啊？俺娘是我这里谁相子呢？我们本去死的呀！哎，哥哥，像我这谁相是否行的？